各位觀眾，我今日想同你講一句好多人到咗一定年紀先至明白嘅說話。錢好少係一鋪清袋，突然之間唔見咗嘅。真正嘅破財多數係靜靜雞，一滴一滴咁流走，流到你自己都唔覺，直到有一日你坐低算算盤，先發現，咦，我明明成世都咁慳咁儉咁錫錢，點解啲錢會越嚟越難留得住？我見過太多辛苦咗一世嘅長者，後生嗰陣捱更抵夜，一蚊一毫咁儲落嚟，屋企嘅燈都捨唔得開多盞，件衫穿咗窿都補完再着，出街連一杯凍飲都要諗過度過先捨得買，到頭髮白晒，退咗休，本以為可以安安穩穩過返幾年好日子，點知去到某一段時間，啲錢就好似漏斗入面嘅沙咁，你雙手點樣兜點樣攔都攔佢唔住。今日屋企天花漏水要維修，聽日身體邊度唔舒服要入醫院，過幾日仔女話生意周轉唔到，開口問你借錢，你又點忍心話唔借？一單一單加埋，你會有一種好無力好唔抵嘅感覺。我明明冇亂使一分一毫，點解個財氣好似輕咗散咗，好似屋企某個角落有個無形嘅窿一直喺度漏緊，漏到我心都慌。各位觀眾，我要老實同你講，一年365日，唔係每一日嘅財路都一樣咁順，有啲時候天地之間嗰股氣特別亂，人心特別浮，就係喺呢啲時候錢財最容易離開你隻手。而2026年就有咁樣一段好特別嘅日子，我今日坐喺度就係想趁佢未到之前，同各位觀眾好好講清楚。我講嘅就係2026年農曆7月呢個月，本身喺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入面就係一個氣場轉換、陰氣漸漸轉重嘅月份。老人家自細就同我哋講，呢個月做嘢要收斂啲、謹慎啲。而更加特別嘅係喺呢個7月裏面，撞正一次日全食，就喺西曆8月12號夜晚轉入8月13號嗰段時間發生。我唔係想嚇你，我岑某人講咗咁多年嘢，從來都唔中意用恐嚇去咪人上心。我淨係想同你講一個好簡單好樸素嘅道理，日食就係本來應該光光猛猛嘅時候，突然暗咗落嚟，係光退一步嘅時刻。喺我哋老一輩嘅生活智慧入面，光一退，人心就容易亂，人心一亂就容易失方向。而一個人一旦失咗方向，就正正係佢最容易破財嘅時候。所以今日呢條片唔係講吉凶，唔係算命，更加唔係要你驚。我想做嘅係喺呢段特別嘅日子之前，同各位觀眾講清楚3件事。第一，我會幫各位觀眾睇出一個你自己都未必察覺，但係會令屋企財氣慢慢變重嘅習慣。呢個習慣好多人日日做咗幾十年，都唔知原來就係佢喺度靜靜咁漏你嘅財。第二，我會清清楚楚咁講，喺呢段氣場浮動嘅日子裏面，有邊啲嘢係最好唔好掂，最好避開，等你嘅錢唔會無緣無故咁散出去。第三，如果你肯睇到最後，我會送一個好重要嘅提醒俾你。呢個提醒可能就係幫你擋住一個睇唔見摸唔到，但係一直喺度損你福氣嘅破財慣性，令你未來嗰幾日嘅金錢流動順啲、輕啲、安穩啲。所以今日我想請各位觀眾做3件事。第一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一句，唔係迷信，而係一個提醒自己嘅心念，代表你已經準備好迎接更安穩嘅財氣，亦準備好守住自己嘅福氣。第二，請訂閱呢個頻道，訂閱唔只係支持我，更好似同自己嘅好運結下一個善緣，提醒各位觀眾每日都要行喺富足、惜福、守財嘅路上。第三，請一定要睇到最後，
因為喺影片後半段會有一個好重要嘅提醒，可能會幫你避開一個無形嘅破財習慣，令未來幾日嘅金錢流動變得順一點、輕一點。各位觀眾坐定啲，斟返杯茶，我哋唔急，慢慢傾。我哋先講第一個道理，點解一年之中會有啲日子特別留唔住錢？好多長者一遇到頻頻破財，第一個反應就係怨自己，係咪我行衰運？係咪我今年沖太歲？係咪我做錯咗啲乜嘢？得罪咗邊個神邊個人？愈諗愈驚，愈驚愈瞓唔着，成晚喺張床度翻嚟覆去，第二朝起身頭都暈晒，成個人冇晒精神。而人一旦去到呢種心亂如麻嘅狀態，就更加容易做錯決定，錯完一單又一單，錢就係咁樣一路流出去。你有冇發覺，越係怕破財嘅人，往往就越容易破財，因為佢個心已經先亂咗。其實呢件事喺我哋老祖宗留低嘅易經裏面早就講到明明白白。易經講嘅唔係神神化化嘅嘢，佢講嘅係天地運行嘅規律，係做人做事嘅道理。裏面有4個字叫做物極必反，意思係話任何一種氣，任何一種勢，去到最盡頭嗰陣就會生出一股相反嘅力，日頭升到最高就開始向西斜，潮水漲到最滿就開始退落嚟。一個人風光到極，往往就係佢要收斂嗰陣，冇一樣嘢可以永遠向上，亦冇一樣嘢可以永遠順風順水。呢個唔係悲觀，呢個係天地嘅老實話。你明白咗呢4個字，你就唔會喺順嗰陣得意忘形，亦唔會喺逆嗰陣自亂陣腳。2026年係丙午年，火氣特別旺，火旺嘅年，人嘅脾氣都特別容易上頭，心浮氣躁，坐唔定。而農曆7月呢個時候，正正就係一個由旺轉衰，由陽入陰嘅過渡位，再加上日全食剛突然退落嚟，就好似天地喺度輕輕提我哋一句，呢一刻係一個氣要掉頭嘅時刻。喺呢種時候，人特別容易心浮氣躁，特別容易睇唔清路，特別容易一時衝動就做咗事後好後悔嘅決定。所以各位觀眾，我要送你一句我成日放喺心口嘅說話，錢財好少係突然唔見咗嘅，佢多數係喺我哋心亂嗰陣一啲一啲咁流走。呢段日子本身唔可怕，真正可怕嘅係我哋俾一個亂咗嘅心去帶住個荷包周圍行。天地嘅氣我哋管唔到，但係自己個心點擺喺邊，係我哋自己可以揸得住嘅。你穩得住個心，你就穩得住你嗰份財氣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係做起上嚟係一世嘅功夫。跟住我要同各位觀眾講一個好少人肯講出口嘅真相，真正嘅破財絕大部分唔係由外面嘅災禍打入嚟，而係由我哋自己內心一手一手漏出去嘅。你細心諗下，喺呢啲氣場浮動嘅日子，其實好少人係真係俾天災橫禍搶咗身家，反而最常見嘅係我哋自己親手一次一次咁將啲錢送走，因為心急，見到人講呢個機會百年難得一遇，再唔落手就冇立，就一鼓作氣將棺材本都掟晒落去，因為面子薄，開唔到口拒絕，明知筆錢借出去就好難收得返，都硬住頭皮借咗，因為心口有把火，同人嘔咗啖氣，唔開心就想去買啲嘢氹返自己爽，一刷卡就係幾千蚊。各位觀眾，你有冇發覺呢3種情況？一個係貪，一個係怕，一個係嬲。貪、怕、嬲就係我哋心入面最容易起浪嘅3股氣。喺佛學嘅講法裏面，人一起貪念，一起恐懼，一起嗔恨，個心就好似一潭本來清清地嘅水，突然俾人攞支竹攪咗幾攪，水一渾你就睇唔清底下有咩石頭，心一渾你就睇唔清邊啲錢應該使，邊啲錢應該留。
心運嗰陣，你身邊嗰股氣場都會跟住變得渾濁，而錢財就好似識揀路咁，自己企條罅走出去。你唔係俾人呃，你係俾自己嗰個亂咗嘅心呃。所以呢個月我送俾各位觀眾一條最緊要嘅規矩，就4個字：慢多半拍。凡係關乎錢嘅決定，唔好即刻答應，唔好即刻落手，唔好即刻簽名，慢多半拍，俾個心先靜落嚟，俾雙眼先睇清楚。你已經守住咗一大半嘅財氣，呢半拍睇落好似冇乜，但佢往往就係發達同破財、後悔同慶幸之間嗰條線。好，講到呢度，各位觀眾，我要提你一句，其實今日最重要嗰一 part 仲喺後面。等陣我會講3個特別容易令你財氣散得快嘅場，嗰啲你聽完返到屋企即刻對得上號。但喺講嗰3個場之前，我想先同你講3種特別容易漏財嘅人。喺我哋傳統嘅講法入面，呢段日子有3個生肖係要格外小心嘅，分別係屬鼠、屬馬同屬牛。但我今日唔係想淨係嚇3個生肖嘅朋友，我想講嘅係呢3種漏財嘅款，其實我哋每一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部分。你識得對號入座，就等於守住咗一半財氣。先講屬鼠嘅朋友，或者係屬急做決定呢一款人。2026年鼠同馬相沖，屬鼠嘅人今年心特別容易浮，特別容易俾人一句高回報、穩賺、包冇蝕就牽住個心走。呢種人嘅破財位就係太快落決定。人哋話有隻股穩賺，佢連間公司做乜都未搞清就掃。人哋話有個生意好賺，佢連底細都未摸清就落咗訂，急急忙忙簽咗約，投咗錢，收工返到屋企，夜晚諗返轉頭，先出一身冷汗。我想同你講一個我聽返嚟嘅故事。有位阿伯做咗一世嘅工，儲落嗰筆錢本來係留嚟養老同睇病嘅。有一日，有個講到天花龍鳳嘅後生仔，話有個穩賺包回本嘅投資，話再唔入就走寶。阿伯個心一浮，覺得呢世人都未試過一次搏，就將大半副身家都放咗落去。結果冇幾耐，個項目就唔見咗人。阿伯唔係蠢，佢做咗一世人都好精明，佢淨係喺嗰一刻個心太急，急到冇俾自己嗰半拍時間去冷靜。所以我想溫柔咁提呢一款朋友，呢個月大額嘅錢財決定可以押後嘅，就盡量押後到過咗呢段日子先算，真係非決定不可。嗰啲就去問多一個平時最冷靜、最信得過嘅人先，多一雙冷靜嘅眼，就少一次熱頭腦嘅錯。再講屬馬嘅朋友，或者係屬使錢嚟泄情緒呢一款人，今年係5年，屬馬嘅人容易五字形，即係容易自己同自己過唔去，心煩，坐唔定，瞓唔着。呢種人嘅破財位唔係貪，係嬲同悶，心情差就想買嘢，同人嗌完交，嘔完啖氣就去購物氹自己，為咗爭啖氣，爭個高低，寧願蝕本都要贏。我見過有啲長者同屋企人一言不合，嬲起上嚟就走去買一啲根本用唔着嘅嘢，買完擺喺屋企一角，一世都冇拆過封。嗰筆錢其實唔係買嘢，係買個氣。呢一款朋友，我想同你講一句，我阿媽當年成日掛喺口邊嘅話，心口有火嗰陣，千祈唔好開荷包，想買嘅嘢擺多一晚，俾佢瞓一覺，聽朝起身你仲想買先至買。好多時你會發覺瞓醒一覺個火散咗，你根本唔記得琴晚點解咁想買。第三，講屬牛嘅朋友，或者係屬慢慢滲漏呢一款人，今年牛同馬相害，屬牛嘅人今年嘅漏財唔係一鋪過大失血，而係細水長流，靜靜雞咁滲，你連自己都唔覺。呢種漏多數嚟自心軟同人情，人哋開口借錢，你唔好意思拒絕，借咗出去就石沉大海。人哋知你老實，心地好，面皮薄，
就一次又一次咁你幫手，你嘅荷包就一次又一次咁瘦落去。我識得一位好心嘅婆婆，成世人幫呢個又幫嗰個，親戚朋友一開口，佢冇一次講過唔，到佢自己老咗病咗要用錢嗰陣，先發現當年借出去嘅冇乜幾多人記得還。佢唔係唔抵幫，佢係唔識得喺適當嘅時候留返啲嘢俾自己。所以呢一款朋友，我最想同你講一句，守得住個嘴，先守得住個荷包。幫人係好事，量力而為咁幫，但係識得喺適當嘅時候講句唔好意思，今次幫你唔到，唔係孤寒，唔係無情，而係一種守財嘅智慧，亦係對自己晚年嘅一份負責。你守住咗自己，先有能力長長久久咁去幫返啲真正需要幫嘅人。各位觀眾，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發現呢三款人急、躁、遠，其實邊分得咁清楚呢？我哋每個人身上都有少少屬鼠嘅急，有少少屬馬嘅躁，亦有少少屬牛嘅遠，冇邊個係全然清白嘅。你能夠靜落嚟，老老實實咁認得出自己最容易犯嗰一款，你就已經守反咗一半嘅財氣。認得自己永遠比防備人哋更加重要。各位觀眾，講到呢度，我想問你一句心底話，你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咁守住錢，但總係有一啲意外開支，或者一時心軟借咗出去，令你覺得財氣好似點都留唔住？如果有，可以喺留言區講低你嘅故事，等我喺下一條片同大家傾深啲，點樣守反呢啲財氣。你嘅故事講出嚟嗰陣，可能就係第二個人嘅一面鏡，令佢喺同一個坑面前識得停低半步。而我要再提醒各位觀眾，最緊要嗰一段其實仲喺後面，因為除咗人之外，我哋住嘅地方，我哋所處嘅環境同樣會令財氣變輕。我而家就同你講，有三個牆係最容易令你嘅財氣散得快嘅。呢一 part 你千祈唔好走開，因為佢同你屋企同你身體都息息相關。第一個牆我叫佢做運水位，講嘅係一種糊裏糊塗唔清唔楚嘅財政狀態。喺老一輩嘅講法入面，深水暗角就係陰氣最中意聚埋一齊嘅地方，因為水唔流就會變死水，變一潭渾濁嘅糖水，時間耐咗仲會發臭，而錢財都係一樣嘅道理。各位觀眾，你有冇一啲錢係擺喺一啲你自己都講唔清楚嘅地方？譬如講同人合股做生意，但份賬目糊裏糊塗，你根本唔知筆錢去咗邊。譬如講投咗一啲你其實完全唔明白嘅嘢，人哋點講你就點信，連個本金而家值幾錢都唔知。又或者有一啲舊戶口、舊保單、舊嘢就咁死死板板咁擺喺度，幾年都冇打理過，連你自己都唔記得仲有呢筆錢。水唔流動就變臭，錢一唔清唔楚就變成一個漏財嘅源頭。你唔理佢，佢就慢慢蒸發。所以呢個月我請各位觀眾做一件好簡單但好重要嘅事，攞張紙同支筆出嚟，坐低半個鐘，將啲你自己都唔記得晒嘅錢一筆一筆咁列反清楚，睇下有邊啲係要收返、要清理、要問清楚嘅，將個財政狀況照亮反清乾淨。你唔理啲錢，啲錢就唔會理你。你搞清楚佢，望實佢，佢先會安安穩穩咁留喺你身邊。第二個牆我叫佢做暗七位，講嘅係屋企擋住咗財位嘅地方。喺老一輩嘅風水智慧入面，草木太密，遮晒陽光嘅地方，氣就會喐住行唔通。陰陰濕濕，屋企都係一樣。你屋企係咪有一個角落長年黑麻麻，堆滿咗舊嘢爛嘢，耐冇用嘅雜物，塞到連想行埋去都難？你屋企嘅大門口係咪成日鞋一堆袋一堆紙皮
舊報紙一堆，連行都行得辛苦。各位觀眾，我哋成日講嘅財位，佢最中意嘅係三樣嘢：光、淨、通。要有光，要乾淨，要通爽。一個俾雜物壓住又暗又焗嘅角落，就係將財位壓住咗，氣入唔到，機會都入唔到。就好似你想請個貴人入屋，但條路俾雜物塞晒，人哋企喺門口都行唔入嚟。所以我請你揀一個屋企嘅角落，尤其係入門口見到嗰個位，同埋你平時坐得最多最舒服嗰個角落，執靚佢，抹乾淨佢，搬走啲爛咗嘅壞咗嘅嘢，俾把光照得入去。你俾條路個氣行，你就係俾條路個機會入嚟。呢個唔使花錢，淨係花少少心機同時間，但佢帶俾你嘅係一屋嘅通爽同一份心安。第三個場，我叫佢做氣虛位，講嘅唔係一個地方，而係一種狀態，就係你自己氣最弱最攰嘅嗰陣。喺老一輩嘅講法入面，深夜嘅醫院、地底停車場、荒廢咗嘅地盤，呢啲都係氣場最弱嘅地方。老人家叫我哋夜晚唔好周圍去，就係呢個道理。但係各位觀眾，其實你自己嘅身體都會有氣場最弱嘅時候，就係你攰到入骨，心情跌到谷底，又或者慌到亂晒章嗰陣。我要好認真咁同你講，喺你攰到唔想喐，煩到想喊，驚到隻手都震嗰陣，千祈唔好傾錢，唔好簽任何嘢，唔好落任何投資嘅決定，因為嗰一刻就係你成個人氣最虛、最容易俾人牽住走嘅時候。人哋一句好聽嘅話，你就好似浸緊水嘅人捉住條水草咁，死死揸住唔肯放。人哋一句嚇你嘅話，你就慌到乜都肯做，乜都肯簽。所以請你記住，一切關乎錢嘅大事都要揀你心最定、頭腦最清、精神最好嗰陣先至傾。攰嗰陣，唯一應該做嘅事就係去抖、去瞓，飲杯暖水，乜都唔好諗。錢係身外物，但你把身體、你個心嘅安穩先係你晚年最大嘅本錢。各位觀眾，講完點樣避開漏財嘅陷阱，我而家想同你講反最正面嘅一 part， 點樣真真正正咁守財惜福。因為避開唔好嘅嘢，只係守住咗一半，識得養好嗰股財氣，先至係長長久久嘅福。你唔好走住，因為最暖最落到心嗰幾句就喺呢度。先講生活嘅嗰面，屋企嘅燈光盡量揀暖啲嘅色，譬如帶少少橙、少少黃嘅暖光，呢種係養陽氣嘅顏色，會令成間屋暖粒粒、生生猛猛，人返到屋企個心都會鬆返啲。錢入嚟嘅路，即係你屋企嘅大門同玄關，一定要保持乾淨、企理、通爽，唔好俾雜物擋住條財路。屋企擺多一兩盆有生氣嘅青綠植物，換走啲枯咗、殘咗、黏咗嘅嘢，因為死氣沉沉嘅嘢擺喺屋企，會慢慢連你個心都拖到沉。一間有生氣、有暖意嘅屋，個氣場自然就會旺，財氣就唔會咁易散。但係各位觀眾，我要老實同你講，呢啲生活上嘅嘢，通通都係枝葉，真正嘅根喺你個心。守財嘅根其實係兩個字：惜福。咩叫惜福？就係識得知足，識得感恩。一個人如果連自己手上有嘅嘢都唔識珍惜，成日覺得唔夠，成日眼紅人哋，總係望住人哋碗入面嗰啖，咁佢賺幾多都會覺得少，使幾多都填唔滿個心。個心係一個永遠都填唔滿嘅窿，幾多錢跌落去都聽唔到聲。相反，一個識得對住自己碗飯、身上件衫、口袋嗰幾個錢講句多謝嘅人，佢自然就唔會亂使，唔會為咗一時嘅虛榮去揈錢，亦唔會為咗同人比較去買啲用唔着嘅嘢。惜福嘅人，錢會識自己留低，因為佢待錢有情有義；唔惜福嘅人，錢流過佢隻手
都只係過路客，坐都唔坐低就走。再講深一層，就係因果同福報。各位觀眾，我唔會呃你話，你今日做件好事，聽日就一定發達。天地嘅事冇咁快，亦冇咁市儈。如果做好事係為咗即刻收錢，咁又叫咩做好事呢？但係我信一樣嘢，你平時對人多一句問候，見到人有難，喺自己能力之內幫佢一把，你就係喺度種緊福。呢啲福唔會即時變成銀紙跌入你袋，但佢會慢慢咁喺你身邊聚成一股暖暖嘅氣，而福氣一聚，財氣就自然容易跟埋嚟。呢個唔係一場交易，唔係你俾幾多天就即刻還你幾多咁計數。呢個係一種氣場，一個心地好、成日行善、待人有情嘅人，佢周身嗰股氣係暖嘅，係通嘅，係俾人信得過嘅。錢財行到嚟，貴人行到埋，自然容易停低，容易埋身，唔會匆匆咁走。你識人，人就識你；你識福，福就識你。所以講到最尾，我想送一句說話俾各位觀眾：外面嘅符，外面嘅擺設，外面請人做嘅嗰啲嘢，通通都只係輔助。真正最堅固嗰度守財嘅牆，係你心入面嗰股正氣。心一正，你就唔會貪唔屬於你嘅嘢，唔會俾人一句穩賺就搬晒副身家出嚟。心一定，你就唔會喺慌亂之中做錯決定，唔會喺攰到極嗰陣簽咗份後悔一世嘅嘢。心一暖，你周圍嗰股氣場都會跟住光起上嚟，人緣、貴人、機會都會慢慢向你埋。心光氣就光，氣光財氣就唔會咁易散。呢個先至係任何符咒、任何擺設都比唔上嘅最根本、最長久嘅守財之道。各位觀眾，如果你已經睇到呢一刻，我想先恭喜你，因為你唔係只係聽完一段影片，而係俾自己一個機會重新整理對金錢、福氣同財運嘅心念。呢唔代表明日一定會突然有大筆金錢出現，但代表你已經開始用更清醒、更安穩嘅方式去面對財氣。當心安定，家中氣場自然會慢慢順反。當人識得守財惜福，錢財亦更容易留得住。我成日都覺得人去到某一個年紀，先至真真正正咁明白守財從來都唔係為咗做個守財奴，亦唔係為咗同人鬥邊個銀行戶口啲數字大。守財其實係守住你自己嘅安穩，守住你晚年嗰份唔使睇人面色，唔使開口求人嘅尊嚴，守住你可以喺想幫人嗰陣真係幫到人嘅那份餘裕。一個手停口停，樣樣都要靠人嘅晚年，同一個口袋有反幾個錢，想幫仔女又幫到，想睇病又睇得起嘅晚年，係兩種完全唔同嘅人生。錢財本身係死物，佢唔識講嘢，亦唔識錫你，但係一個守得住財又識得到福嘅人，佢個心係定嘅，佢個日子係安嘅，佢瞓覺係瞓得着嘅。2026年嗰段特別嘅日子唔係嚟嚇你嘅，佢係嚟提醒你慢啲、定啲、清醒啲，守住你個心，你就守住咗你嘅財，亦守住咗你嘅福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迎接更安穩嘅財氣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一句說話，就當係你同自己、同天地、同未來嘅一個溫柔約定。寫落嗰一刻，你就係喺度提自己，由今日起我要行喺守財惜福呢條路。各位觀眾，如果呢條片有講中你嘅心事，我想拜託你3件事。第一，喺留言區講低你而家喺錢財上面最放唔低嘅一件事，等我喺下一條片同你傾深啲，講細啲。第二，如果你屋企有長輩，有你錫嘅親人，請你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，等佢哋喺呢段日子都可以守好自己嗰份財氣同福氣，唔好一時心軟或者一時衝動，蝕咗自己嘅老本。第三，請訂閱呢個頻道，
順手撳埋個通知鐘，讓我每日用粵語陪各位觀眾一齊守住財氣，息住福氣，行入更安穩嘅財福之路。願各位觀眾心定家和，財氣穩，福氣厚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